再来看新北市的地检署最近咧侦办罢免死亡人士案，去国民党的房桥，阁有3店舗的各党部敲找资料。国民党是质疑讲拢办拿无办理。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早起嘛甲罢免团体出面抗议。立法院民进党团早起嘛开记者会，批评拿白是破坏司法的公信力。司法应该是公平正义的代表，在台湾却变成独裁者。变成统治者的大刀，变成他的工具，用来砍向在野党，用来杀他的反对者。司法办案的核心是证据，而不是政治。现在难道连斗臭司法也蓝白合了吗？连操弄司法、消费司法也蓝白合了吗？另外批评讲，若要批评司法、拔草司法，只是为着家己的政治利益。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，会来发起正独裁的行动来反制，呼吁民众就爱人数来罢免立委。